无为灵魂之处，无谱的痛苦，我哋一般人是无法度想象的。人生遇到安尼嘅事情，则还是得影响你梦想前进，还个本人幸福。不过安尼嘅答案，同样是几难想象嘅。28岁嘅张在水，透过中家下冇做好点点嘅出问题，而看到嘅世界原来伊唔清楚。安尼嘅打击可以使团七家封闭起来。不过，伊嘅阿婆一路以来都是用平常心来支持伊、庇暖伊，係伊嘅亲戚，也係伊生命当中嘅贵人。总在水鬼三万嘅行出来，从各位跳舞、主持、马嘅路舞哟，伊和团七家安尼一对小花安尼嘅爱好，为大家记得伊係对花莲来嘅，伊要用表演带俾大家感动同欢喜，同时要鼓励韩国多人要勇敢嘅打造七家嘅梦想舞台。每天睡觉前，我都会想一下说阿妈大概长这样，她的发型啊，那眉毛是用刺的，她没有毛这样，然后左边的嘴角有长一颗小肉瘤，一个痣这样，然后单眼皮，眼睛很垂的，眼睛很小，眯眯的，然后脸上超多皱纹，然后戴耳环，然后是金色的叶子的形状，然后皮皱皱的，对，然后脚有很多静脉曲张，就是。不能忘记，忘记对我来说太可怕了。弹电吉他，悠悠的唱出吉祥阿婆，佢係對花蓮來嘅開到又快樂嘅小花總在水，佢用歌聲來冥想頭擺兩隻阿婆求下公益的嘅情形。一開始大概那一年是 SARS 那一年嘛，其實大家就是比較恐慌，再加上醫院沒有人去。所以那個過程就蠻痛苦的。一開始當然就是哇，以為眼睛近視了，蠻開心的，可以去換個造型。但一直在看醫生的過程當中，每個醫生都是給你一個很大的衝擊。這個我不會一一，我介紹你來台北看。然後這個我們試試看什麼？失去視力的心情在，沒有人關心你啊，只有我阿媽在旁邊陪我啊，而且我阿媽旁邊都比我勇敢。一擺又一擺去陪醫生看，還可以魔鬼3、4日。帶到也是很卡到為什麼？那時候我光在熟悉的家裡走路，我都會用腳磨着地板走。我現在看到東西，除了黑白以外，我就是2、3公尺有人，我知道。就像你們現在，我就不知道你們有幾個人，因為會全部疊在一起，霧在一起，就像寫書法之後灑上水，整個暈開。面對人生安排嘅變化，小花還是到自家關起來，唔去同人交白。不過一路以來，土記看顧佢嘅阿婆都比佢更加勇敢。佢報名上通嘅，行出大門去做事，去學按摩、考證照，天天地留自家信心，行到盡來。哇，好痛！很痛啊！其實我按超輕的，我大概是剛坐電梯上來的時候按電梯的力道。好可愛！真的啦。誰不難過？誰不覺得痛苦？誰不覺得說為什麼是我？一定的，我不是神，我只是人，所以我會哭，但我也會想說，別人都比我堅強啊！我阿媽在旁邊看着我，我是她最愛的孫子，她都能夠用我看來是很平常的心在照顧我，那我又在做什麼？我其實還有很多能力，還有沒有開發的能力，願不願意去做的能力，還有厚臉皮的能力啊！我覺得當一個身體不完美的人，臉皮是稍微要厚一點。小花為保持歡喜嘅心情，嘅方法就是聽到別人嘅笑聲，故作佢只能去做各種表演，一擺佢會去跳鬼皮舞。大
家在看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觉得哇，你们怎么可能办得到？或是你们怎么其实也有办不到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也带错，或是走错撞到什么的，然后 NG 大家没看到而已啊。那个后面是多少的被打到、被轮子压到，或是走错，然后之后可能教室就这么大，但是我们要走位，啪，手去撞到玻璃，去吐到墙壁的多少次？右脚膝盖再弯，然后身体再过来，然后平衡你自己。小花呢，她是一个她什么都敢做的人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她的，从我认识她，她就已经是一个还蛮乐观的一个小孩子。像他们这样子属于中途视障的朋友们，可能中间都一定会有过一段心路历程。那刚好我碰到他的时候，他可能已经经过了这一段，然后对于他的人生持了一个很正面的看法。是的，蒜头的客家话怎么说呢？蒜头泥。蒜头泥，谁理你？蒜头泥。第五輩帶伴大家共樂，盡到屋卡，佢天天地同夾媽媽見行見減。沒關係，我們賣眼睛不好的，他們。我到家爸結婚係因介紹嘅，係家台北介紹嘅。介紹我結果我上去看得到啊，我做模好啊，我上去唔做這樣子都台北做事嘛。俺是土兩個妹，本妹是俺記住俺見鬧你，我是俺變法院告佢俺談離婚的啦。佢要寫家破土，俺是本家破土啊，係啦。這樣子講好了，我覺得沒強庸 ，OK， 不一樣，那個愛不一樣。但是不能說，對，我覺得不能說，那你不愛你媽，不是這樣。我覺得媽媽是一個很特別的名詞，它是一個有力量的詞。客家話爆肝怎麼說？乾爆炸。這你是幹什麼的？乾爆炸。用之外要講要笑，就像係同朋友共下樣嘅。小吉阿婆沒補嘢，小花正開始飲醉，同家媽媽結婚。表面的緣不是真正的緣，開始之後，我就覺得就是培養感情吧，慢慢的跟媽媽培養感情。就像有時候我媽媽覺得她很虧欠我，在你們剛剛在訪談的時候，應該我沒有聽錯啦，雖然都是客家話，她說她很虧欠我。人是要培養感情的，不是說啊你對我很好，從小到大每年我們都見一次面，對我很好，感情就出來，沒有，不是這樣。我是冇付出按多，佢對我付出，我是是個當派些啦，對佢來對佢付出冇按多啊。在我朋友面前做得對啦，我來當乖啦，冇法講啊。啲媽媽面頭前係佢哋顯後嘅乖奶嘅，啲朋友嘅夢祖頭空，佢專門帶同路伴大家。啲舞台空係佢哋真正嘅表演者，冇聽視力，冇動到眼人生，點到佢要行下靠近嘅目標，動搖自信嘅，我以完成自己夢想。我們是弱勢，我們能做什麼？還有我們能夠去追求自己的夢想嗎？這一路上的這些事情，還有遇到的貴人，給我太多東西了。我只能說我沒有後悔，眼睛不好。